921地动24周年的系列报道，今仔日要带大家回到中台湾，走入当年真济灾民的记忆内。像车龙埔长站经过雾峰，有一对姊妹啊，从地里的石头堆11点真久，最后顺利获救出来。因面对镜头，甘着目屎，分享因重生的故事。中华园林有一栋倒去的大楼。 当时曾经斗救人的住户，带记者重回现场，回顾抢救性命、甲时间比赛的难忘的经历。要伫咧晋阳附近的南投埔里，在地乡亲甲阮讲，地动后这24年来，家乡安怎来蜕变，豆豆佫兴起来。这勇敢面对着天灾，经历苦难，一段佫一段苦尽甘来的感人的故事，做伙来看。 有一个大破坏，还有一个大建设。参与救人工作吼，我起来迄个心肝是足欢喜。这条命真的就是大家救的这样，所以就是人不能随便的浪费。经历过这些结束以后，我们当然更珍惜有生之年。有可能我们还有任务，所以我们活了下来。 睡梦中突然惊醒，人在床上正剧烈地被左右上下摇动着，感到世界末日好像真已来临。那个时间和感觉很长很长很漫长，因为它是上下动又左右的动。 这栋位于树人路的中正市场大楼是整排的线下，住户说有10多个人在1楼的电玩店来不及逃出，因为陷得太深，挖掘的工作由专业的土木工程人员接手。这一排一出来到这个地方，陈志平是国小老师，发生地震的迄一年，伊就已经伫咧玻璃教册。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全部都塌下来，整排都塌。这边整排。对。但是后来我看这边好像现在有的变成停车场了。没有，这个本来就是就是那个停车场。还有民众找了怪手自己挖，在房屋窗口挖了个大洞，把房内的生活用品搬出来。因为水电不通，房子又不能住，不知道还要在外头露宿多久。受灾最严重就是这些了，你看到的这些重建的东西有没有？这些都是新建的。今天埔里地区的余震少了许多，不少民众回到家里，甚至小生意也都。9里地动第2天，埔里62号点心档用煮面线温暖人心。头家李金弟今年已经80岁。你就来啦，因为大家也没钱，大部分有的来都没钱啊。就是反正来要吃就有个热度，就是跟这个早点那个我们家在收租我们家。地震过后，你们还是继续在这边卖？有啊，我同款啊，同款啊，开始嘛是还佫卖甲这久啊，我是超20年无卖啊啦，都拢无啦，无啥物改变啦。天桥地动影像，画面还佫清清楚楚。过日4天，埔里人的面貌嘛增加岁月的分chia。 很早就住在这边嘛，这个是我们老家嘛。这地震过了后，到有想要搬厝？无啦，都厝也无，厝也无啥物损害啊，继续做到好啊。系啊。主顾客大家嘛要来找遮，你要搁刷位，对吧？刷。现在265块啦。921迄阵吼，一碗偌济哈？迄久炒3-5，今摆。包括今晚65。有空过来跟我们结个缘分，好。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有空再过来。请你吃面线啦。1999年921凌晨，埔里中华路上有不少倒塌的建筑，早已经原地重建。24年后，埔里在地居民说，震伤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。幸运的是，故乡依旧，岁月静好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段，对，就是那一段，就是95大卖场的对面。它这边也有一些是，这个是
地震之后新建的，那这个是新大家具，新大家具。地动了，其实大家人都足辛苦的吼。入来的时阵感觉讲好像真无助安尼吼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几多位开始重建起家具，还是讲咱的店都必须都家己重新重建。有心态是玻璃人，做明天后就回到老厝经营家具店。伊讲9年带来破坏，算无互故乡改头换面，玻璃小店更加欢迎。人讲的拍断手骨颠倒勇，吼，啊会当甲咱玻璃的一寡旧的建筑物，吼，啊会当讲都甲重建起来，啊相信讲玻璃，吼，迄个厝应该是比即马目前是比外口的厝应该是会都较勇。中间呢是刚好塌陷，它是没有再盖上去的，哦。啊，这个情形呢，在埔里街道上可以看到很多，像蛀牙一般。就是好像缺了牙齿，然后一个洞，有的没有盖。对，我们家在这个地方，当时啊，这个房子是往前倾，那你现在看到的是大概2年之后，对，重建，附近邻居帮忙把孩子接下来，然后爸爸妈妈才跳下来，人都平安啦，全家都平安，全家都平安啦。五家古厝9年过嘛，经历经济重建的过程。那个时候我们被判全倒，我们就想，哎，这个老房子要再重建起来很麻烦，是不是就整个推掉？后来再认真想一想，也不行啊！我成了新房子之后，这样的话。我们整个回忆什么全部都没有了。高雄国中退休美术老师黄介山，一手主导老厝充满囡仔时回忆的玻璃黄家古厝修复的工课。其实这个都已经抽换掉了，但是我们就是用找原来的木料规格、大小，都跟原来的。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过一摆回顾这段历史，也选到把活动下散发正能量。经历过这些结束以后，我们当然更珍惜有生之年，能够活得更好。921大地震不仅震垮了雾峰乡象征文化精神的林家花园，乡内包括中正路、树人路等精华道路的房子全都严重下陷倾斜，还有12层的高楼。车龙坡短暂中和变动，牵动当年台中县雾峰乡城乡建筑，因为地震过变坏挂抛。我们那一整排，当时住男生街那一整排的柱子全部断裂，所以我们就。整个1楼地层下陷，每震一下就像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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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那种，然后飘飘就墙壁一直在往你这个牙空间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的那种。印象中是经过好三四组人嘛，但是他们都没听到。对啊，然后结果我们想说啊，算了，好累好累哦。但是当我们放弃那一刻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人说你在哪里？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个最重要的是，那个阿嬷她是真的是跟着里长，对啊。好了。抱歉，其实没事。其实那个当下，我真的觉得我想放弃生命。 9年地震迄一年，陈建庭和陈建怡两姊妹啊，同样阁是小学生。当时因一家伙仔4个人拢掉伫咧庄仔角内底，11点钟过，规家伙仔拢真好运互救出来。所以那时候觉得比较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就是还骂你很慢呢，你怎么把人家救出去？然后阿兵哥对我们的回答是很好，骂大声一点，我才可以知道你们在哪里。他说我们要钻地洞哦，啊你们就是头低一点，因为他们很怕用那个地砖会钻到头。印象中是我们在里面，然后我们俩都哭得很疲惫了。
然后结果后来就有一道光的啪打下来。雾峰乡倾斜的12层楼住宅已经进行拆除工作，在余震不断的恐慌中，雾峰乡是人心惶惶。可能又重新活过了一次，是新的生命。可能我们现在的我们当时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个生命跟灵魂都是全新的，对，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自觉。在过去91的中间，因互这个土石待在躯体的下面超过11点钟，就觉得说就是能活着真的很好。然后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就是刚好这条命真的就是大家救的这样。所以就是真的不能随随便便的浪费。哇，这已经24年了，变了好多哦，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对啊，这里还开了餐厅。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这边，然后。不管是跟邻居玩啊，还是之类的，啊，烤鱿鱼，还有对，没错，烤鱿鱼真的是蛮怀念的地方。对啊，现在变了。姊妹两人拢真感恩，多谢把挽救因性命和所有帮助过因的英雄。彰化的园林镇是在地震灾难中彰化灾情最惨重的地方。龙邦建设的富贵名门是一栋18层楼高的大厦，而地震发生之后，6楼以下竟然全部下陷倒塌。这个所在，咱国内器材吼，包括消防队的救灾器材，包括民间救援器材吼，是真欠缺。较早这大楼入口就是一只啦。这个所在入口，像洗车的这个地方。嘿，迄阵是等于7楼，因为迄条啊长去，把规个陷落来。迄阵才倒落来，因为伫7楼的所在还佫以上还有大人，所以这人基本上拢无安怎。6楼以下就危险了。在远从德国来台参与救灾的救难专家以及救难犬的协助下，当这名女性生还者从一片废墟中抬出来的时候，赢得所有在场人的热烈掌声。咱地方的救难团体哦，已经伫迄后面哦，出入真济遍啦，撑开器啦，或是要拍开这地砖啦、拍壁的所在哦，这因为伫迄个真矮所在，所以拢看袂到。咱外面看起来就是再拉出来这些画面啊，咱都土耳其的这救难这人员呢，由他们进驻，由他们接手。这名第一个从瓦砾中获救生还的女性，昨天下午4点钟，彰化消防局和救难协会的人员首先听到了她的呼救声音，接着德国救难犬抵达之后，更确定了她的生存。救难人员精神大为振奋，在中外救难人员的并肩努力下，终于在清晨4点半左右将她安全救出。关林镇3期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吴国正，本身嘛是大楼的受灾户，性命救援性命历程，可以无法度放袂记哩。因为发现的时阵哦，大家是讲有生命迹象的，还有一个有人的时阵哦，大家心肝，大家拢会真哦，受到鼓舞哈。哎呀哎呀，我就感觉到还有人活着真好啊呢。921地震当晚倒塌的园林龙邦富贵名门大楼，原有建筑物坐落的地点已经改为加油站。而原有的住户也大多已经搬离这个地区。在台湾到处拢有921的纪念的所在哦，追思的地方哦。啊，我感觉讲，伫这个彰化关园林这个所在，是唯一受灾的所在，龙邦大楼。但是所有这要追思、要纪念的物件，完全等于拢零啊。厝拖落迄声音哦，我只要住50年啊。地动真正。就拢伫遮，系啊系啊系啊。地动了嘛是伫遮。系啦，平安就好啦。哦，迄死遐济人，你也看。伊这个所在。这个加油站这边走到。这其就是做一个游泳公庙啊、百姓公庙啊，这个所在。大楼放弃的时阵。还是
扣无到啊，是拜无到这吼，啊，当日伫这7月时啊，伫这咧拜，做一个祈福的动作啦。当时，佮伫咧读小学的张淑庆，即马是新生代理长。大老厝倒去是3义里用20外信片所换来祭池。业主都来这里做一个参拜啊，祈求自己的业绩。每年会拜的就是地主哦，或加油站的员工、老板来做一个破兜，然后再就是说外地的人哦，想要祈求自己的业绩长红，来到这边做一个参拜这样。不然其实讲真的，我们在地的人真的很少，少之又少。啊，这是讲咱老里长，因为伊迄个在任的时阵，伫遮发生伫里来发生遮大的代志哦，啊，所以就统一伫这个7月半时间，伫社区来办理。以前农帮的这地吼，都是甲像伊啊做红墙的方面。过去伊嘛拄到天灾劫难，地基惊讲有啥物流沙啦，拢控较多。伫足艰苦的当中，会当都成长，会当都更有毅力，吼，啊更坚强。头一摆买到这个厝吼，啊，就随倒去，甲用乐观的态度去看，我一夜就花了1000多万。苦的都已经苦过去了，活得好好的，我们就把握1分1秒。如果还有机会再让你看到那些阿兵哥，你打给他说什么？先给个拥抱吧。就谢谢他们当时没有放弃我们。谢谢，对啊，这只能说谢谢。 24年过去，因共款伫咧故乡，嘛想要甲大家讲，运动过了真好。